相传，以国当朝丞相千金，名叫苏冉冉。他出生之时身带剧毒，后得高人相救，大难不死。苏冉冉在丞相大人和母亲初阳公主的呵护下长大。爹爹输了，咱俩，哎呀，爹爹又输了。苏家人丁兴旺，哎呦，苏冉冉更有9个堪称人中之龙的哥哥。我劝你还是识相吧。长子苏毅，招还是不招？人称笑面虎。次子苏绰，当代华佗，悬壶济世。三子苏泽，剑术天下无双，生性淡泊，与世无争。四子苏嘉，身形矫健，力大无穷，精通各种拳术，独创一门，成为一代拳师。五子苏南，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能文善武，京城大家闺秀无不爱慕。六子苏圭，御膳房主管，做尽天下美食，皇帝赞不绝口。七子苏简，女工出神入化，皇亲国戚纷纷慕名而来。八子苏芮，书法大家，绘画技艺亦无人能及。多少人花重金，只为收藏他的真迹。幺子苏颂，满腹经纶，博览群书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年纪轻轻，已成为一代国学大师。举国上下慕名而来拜师学习的人，络绎不绝。另外，在苏冉冉身边，还有一位不得不说的绝世佳人——苏冉冉的表姐梁天，人称女诸葛。她精通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真是才貌双全，举世无双。而苏府众人的平静生活，甚至整个江湖，都即将因为苏冉冉心血来潮的逃婚而被搅得波澜四起，鸡飞狗跳。师姐啊，你可千万要拖住我的3个哥哥呀！拜托啦，走，小毛。唉，兰花呀兰花，当初你的花种还是二师兄送给我的呢。转眼都过去3年了，等你开了花，我就到山上去找二师兄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不好了！你爹派你哥哥们接你回家成亲了。什么？成亲？小师妹，九师兄身在京城，甚是想念你。听我爹说，丞相大人与秦将军已经在圣前为你和秦二公子定下婚约，闹得京城是沸沸扬扬。不日，你的诸位哥哥即动身前往太乙山接你回家成亲。妹
你不要再跑了，妹妹！不要跑了！妹妹，别跑了！别跑了！你们别追了！妹妹，别跑了，小心啊！妹妹，哎，别跑了！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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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么能跑呢？哎呀！妹妹，没事吧？哎呀，哎，是你，我妹妹呢？哎呀，非礼啦！快来人呐！九师兄，多亏了你的通风报信，才让我有时间和师姐谋划我的逃婚大计。竟敢在我太乙派公然挑衅我们掌门千金！哎，真是罪过呀！我杜瑶兵虽然模样生得标致，可是人家生性淡泊，与世无争，偏偏有你们这种登徒子上门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师姐，你说吧，让师弟们怎么收拾他们？哎呀，来劲了是吧？请杜姑娘恕罪，在下见妹妹心切，一时疏忽，冒犯了姑娘，还望杜姑娘多多见谅。你别碰我！哎，干什么呀？你，三哥，快跑啊！妹妹，哎，妹妹，苏冉冉，你这个猪！让开！妹妹，也不知道二师兄现在在干什么呢？哥哥。二师兄，都给我让开！哎呀，急死人了！杜姑娘，你究竟把我妹妹藏到哪儿去了？啊！我还说好不容易安静一会儿，以为你们知难而退走人了呢，还在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把我妹妹给交出来，我们就不走。好啊，既然苏家几位公子想在我太乙山多待几日，那我也不能怠慢了各位。你们几个去，把中午喂牲口剩下的干粮拿来，给几位公子当晚膳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杜姑娘不必客气，我们3人今天冒昧打扰，已然过意不去，我们这就准备下山回家。告辞。慢走不送。哎呀，我就哎，算了。是。师姐，大事不好了！